中台湾好算卡上市2年的时间，总销售金额已经达到1亿6千多万。南投县政府结合苗栗、新竹、有新假日的嘉义县政府做伙庆祝。嘉义县假日之后，他们有故宫南苑、玉山森林游乐区，另外太平的云梯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景点。中台湾好算卡串联多侪县市，增加多侪资源。另外，tham观公款联名嘛表示会邀请多侪业者。在疫情前来把我们的业者的所有优质的产品都给上架，在国境解封之后，可以让游客拿着中台湾好玩卡，在各个县市能够畅游中台湾。若想要享受中台湾的风情，嘛会当上官网来查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